咁啊，講到日本咧，你要暢通無阻咧，你就要一定要有個 app 嘅嚇，成換按內係啦。佢成換按內個成字咧係日文字嚟嘅。Google 度 search 成換按內打中文，跟住佢梗係有啲網係日文字俾你噶嘛，你 copy and paste App Store 嗰度就 download。咁啊，當我而家大阪，你可以打中文字㗎，冇問題嘅。即係日文字有一大部分咧都係沿用翻中文嘅寫法嘅，所以你就咁用速成咧，其實都可以嘅。大阪你可以入 Osaka 都得嘅。我當我啱啱去咗心齋橋站，去環球影城點去咧？即係因為而家已經係夜已深啦。最早嗰班車咧，去到環球影城咧就係5點13分，你就要喺心齋橋嗰個站嗰度咧上車。咁啊搭嗰條線咧叫做 M 線嚇，其實你認顏色都得㗎啦。嗱呢度你左邊6分呢度咧，咁就即係話代表車程就係6分鐘。下面就3個站。係啦，撳佢咧你就會顯示到嗰3個站。成換嘅意思即係轉線。5點19分咧你就已經去到梅田啦。你要用12分鐘嘅時間咧就行去大阪站，搭呢個 JR 啦嚇，去到西九條啦。你要用7分時間內你就要行去藍色線 JR 要咩唔識讀線。櫻島行嘅意思咧，即係話佢個總站係櫻島，佢係往櫻島方向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我跟住佢呢條路程咧，就會喺5點49分咧就會去到環球影城啦。咁啊2番線着嘅意思咧，即係佢有唔同嘅月台噶嘛，佢就會喺2號線嗰度咯。410 yen， 咁啊全程就36分鐘啫。上面咧你見1、2、3、4、5、6究竟係咩嚟咧？第一嗰個咧就係佢推薦嗰個路線。當你觀塘去尖沙咀，你可以經藍色線又得，綠色線又得。咁呢個日本嘅鐵路咧，因為佢係八陣圖咁嘅樣㗎啦。另外咧又會見到安字同埋個樂字啦。第5嗰個我哋撳去安嗰度先。安嘅意思係日文咧就即係話平咁解。6號嗰個樂嘅唔使轉咁多程車就為之樂啦。咁有時會安樂啦嚇，咁就啡啲開心啦，好安樂咁樣就可以去到嗰度啦。